好多婚姻痛苦嘅根源，其實唔係出軌或者窮，而係個男人根本冇真正離開過佢原生家庭。好多人以為自己嫁咗個男人，點知原來係嫁咗入一個家族，而佢呢從來都冇諗過要為你起翻道牆。呢個唔係孝順問題，係成個系統有問題。一個心理上仲未戒奶嘅人係起唔到新家庭嘅防火牆㗎。點解？因為佢個情感戶口從來冇轉過名。阿爸阿媽嘅需要永遠行先，老婆嘅感受永遠可以讓路。你以為佢只係孝順，其實佢係將段婚姻嘅話事權雙手奉上俾咗原生家庭。呢一種人唔係唔愛你，係佢根本未識點樣做一個獨立嘅大人。佢唔係你嘅伴侶，佢係佢阿爸阿媽嘅延伸品。當有衝突嗰陣，佢實會揀縮翻去嗰個安全區，因為喺嗰度佢唔使愧飛，唔使揸主意，淨係需要做翻個乖仔就得。而你就變咗嗰個可以被犧牲嘅變數。所謂嘅愚孝，其實本質就係逃避。佢用孝順呢個光明正大嘅理由嚟逃避對伴侶嘅責任，因為孝順呢兩個字好安全，冇人敢出聲挑戰。但係婚姻唔係咁樣玩嘅，婚姻係一份合約，需要你清清楚楚講明邊個先係你嘅第一位。如果你連呢個排位都搞唔掂，你根本就未準備好開始一段關係。點解咁多婚姻會亂晒龍？因為個排位由一開始就已經錯咗。當一個男人將阿爸阿媽擺喺老婆前面，佢段婚姻注定係冇邊界㗎。你嘅私隱會俾人入侵，你嘅決定會俾人否決，你嘅尊嚴會慢慢被磨蝕，而佢呢仲會覺得你唔識做人。將伴侶擺喺第一位，唔係背叛阿爸阿媽，係對婚姻合約最硬淨嘅風險管理。因為你揀咗建立一個新嘅家庭系統，你就有責任去保護呢個系統嘅完整。孝順父母同愛錫伴侶從來都唔係對立㗎。但係當你將父母嘅意願擺到高過伴侶嘅感受，你就係放棄咗做一個大人嘅權利。所以揀對象嘅時候，睇真啲，佢係咪真係大個仔大個女？唔係睇佢幾多歲，係睇佢有冇能力劃清界線，有冇膽量講明個排位。如果冇你嫁嘅唔係一個男人，係一個永遠都大唔透嘅細路。